每日讀經與主同行，提摩太前書第5章。作為傳道者，應當點樣嘅看待會友呢？提摩太前書第5章，不可嚴責老年人，只要勸他如同父親，勸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，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，總要清清潔潔的。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，若寡婦有兒女，或有孫子孫女，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着行孝，報答親恩，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。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，是仰賴神，晝夜不住地祈求禱告。但那好宴樂的寡婦，正活着的時候也是死的。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，叫他們無可指責。人若不看顧親屬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還不好。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，更是如此。寡婦記在冊子上，必須年紀到60歲，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聲，就如養育兒女、接待遠人、洗聖徒的腳、救濟遭難的人，竭力行各樣善事。至於年輕的寡婦，就可以辭他，因為他們的情慾發動，違背基督的時候就想要嫁人。他們被定罪，是因廢棄了當初所許的願，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，挨家閒遊。不但是懶惰，又說長道短，好管閒事，說些不當說的話。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，生養兒女，治理家務，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。因為已經有轉去隨從撒旦的。信主的婦女，若家中有寡婦，自己就當救濟他們，不可累着教會，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。那善於管教教會的長老，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，更當如此。因為經上說，牛在場上喘穀的時候，不可攏住他的嘴。又說，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。控告長老的情子，非有2、3個見證，就不要收。犯罪的人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，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，要遵守這些話，不可存成見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給人行按手的禮，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潔。因你胃口不清，屢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點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，如同先到審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。這樣善行也有明顯的，那不明顯的也不能隱藏。經文讀畢。保羅勸告提摩太要將教會睇成好似自己嘅屋企，會友就係自己家中嘅人，老年人如同父親，少年人如同弟兄，老年婦女如同母親，少年婦女如同姊妹，要用合宜嘅態度同方式嚟教導，不可嚴責，而係要勸告。與年輕嘅姊妹交往要小心，因為存在情慾嘅誘惑，必須清清潔潔，否則會丟在魔鬼嘅試探之中。早期教會有唔少嘅寡婦需要救濟，但保羅喺度提出救濟嘅原則係幫助嗰啲咧真正沒有其他幫助嘅寡婦。具體嘅指導包括咗呢，教會要尊敬嗰啲真為寡婦嘅啦，設立名冊，定出明確嘅登記條件。
第二咧，基督徒有責任先去照顧家中嘅寡婦，唔好咧推俾教會。第三，年輕嘅寡婦應該鼓勵佢哋再嫁，生養兒女，治理家務，避免咧習慣咗懶惰、挨家閒遊，造成咧説長道短、好管閒事嘅壞見證，損害咗主嘅名聲。咁教會應當點樣對待長老呢？嗱，對嗰啲盡職嘅長老要敬重佢哋，好好照顧佢哋生活上嘅需要啦。保羅引用咗舊約摩西同埋新約主耶穌嘅教導，我見咧呢一個係神一貫嘅心意。對於犯罪嘅長老啊，唔好隨便聽信人嘅指控，要有足夠嘅證據先至能夠咧接受處理。若果嗰個犯罪嘅長老經過責備，仍然繼續犯罪，就當在眾人面前咧責備佢，叫其餘嘅人咧亦都可以懼怕。保羅提醒提摩太喺處理長老嘅事上要公平，唔可以偏心，要喺按立長老嘅事上邊咧要謹慎，要細心觀察佢嘅行為，就唔可以咧輕忽噶。好，請一齊嘅祈禱。神啊，作為牧師傳，我哋要為作為牧師傳道嘅禱告，求主咧俾佢哋有愛心、忍耐、智慧、能力去帶領教會處理不同嘅人同事，叫教會喺真道上邊咧得到造就，榮耀主嘅名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好，今日我哋嘅讀經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